歡迎嚟到正流理財守則。今日係閒談節目，如果內容牽涉到任何與投資相關嘅嘢呢，並不是對你嘅投資作出任何嘅建議、邀約或者係指示，純粹學術分享或者個人意見分享嘅啫。咁啊，過咗農曆新年一段時間啦，大家要派利是嘅應該都派晒，收利是嘅都收齊啦。咁呢個時候呢，其實好適合就係用利是錢嚟到學習理財嘅。嗱，我兩個小朋友呢，每個今年大概鬥咗接近5000蚊嘅利是，都幾多下噶。唔知係咪通脹呢？我以前細個呢，鬥利是呢，一年1000蚊好叻噶啦，而家話通脹漲咗好幾倍啦。又或者可以話係親戚多咗咯。以前一齊收利是嘅就變咗互相派利是，係咪？長輩以前存在嘅長輩依然仲喺度，咁所以整體派同埋收利是嘅數量呢，其實係多咗嘅。咁至於小朋友理財應該點樣處理呢？其實要教小朋友投資呢，首先要教識佢儲蓄。一般呢，我諗未攞兒童身份證嗰啲小朋友呢，就應該揾個月餅盒咁樣儲佢啲現金啦。但係啲現金一儲10年後就已經變成啲好舊嘅銀紙噶啦嘛。咁但係唔緊要嘅，而家用緊10年前啲銀紙嘅啫，所以10年後依然係可用。到時呢，就一次過開個銀行戶口。我呢，就嘗試過為咗小朋友諗下開啲咩銀行戶口俾佢好呢。咁就研究過而家用緊嘅銀行啦。咁我有用花旗啦、恒生同埋渣打。咁睇完各種開戶口嘅要求之後呢，因為個人太懶啦，懶得帶小朋友去分行，所以呢又放棄咗幫小朋友開戶口呢個想法啦。咁但係呢，就去咗恒生網上銀行呢，就撳咗個 Family Plus， 開咗個 Family Plus account 啦。因為其實佢寫得唔係好清楚，都唔知開咗係有咩特殊嘅效果嘅。咁最後隔咗幾日開咗啦。原來都只不過係等於呢，即係本身有個綜合理財戶口咁啦，假設咁只係你開多咗一個綜合理財戶口，咁但係淨係得港幣，咁個戶口名可以俾你自己改名嘅，咁然後就好似完全冇特殊嘅分別咁樣，又唔係另外一個人嘅 account， 都係 under 你個名，唔會有一個獨立嘅網上理財 login， 咁係完全取代唔到小朋友自己開戶口呢樣嘢嘅。咁無啦啦俾佢啲宣傳品搞到我多咗個 account， 跟住好似毫無意義咁樣啦。不過我諗長遠呢，都係要幫小朋友開翻個銀行戶口噶啦。如果唔係，儲起啲現金越嚟越多咁喺屋企又用唔着。咁最近國際局勢呢就流粒亂啊。應該而家最新新聞就話以色列、美國一齊打伊朗啦，然之後呢，伊朗嘅最高精神領袖呢又死咗啦。咁好大程度就影響咗個股市，即係大家可能星期六呢就好擔心話打仗啦，世界大戰第3次世界大戰嚟啦。轉個頭瞓醒又話哈梅內伊呢就已經被擊殺啦，咁都唔知星期一升定跌嘅。咁但係呢，對於我哋啲長期投資者嚟講呢，無論係升定跌都好啦，你要思考一樣嘢就係，假如你諗住長期投資，即係你一個長線投資，然後你相信長期持有，然後獲取市場平均回報，咁你可以想象到啦，未來10年內出現嘅每一隻黑天鵝呢，都會關你事，你當時都一定係持股中，你就必須要接受呢啲黑天鵝會導致到你個倉位瞬間大幅度減少你嘅資產淨值。如果你唔能夠接受呢，其實你就永遠都冇辦法長期持有一啲指數，即係例如長期買入 VOO 咁樣。你見到打仗你又走，係啦，跟住打完呢升翻啦，你先入翻，咁你就永遠呢都係食咗一個大跌幅，可能食唔晒啦，因為你走咗嘛。咁但係事件黑天鵝消失嘅時候帶嚟嘅一個大升幅呢，你永遠都會錯過。咁你嘅投資回報呢，就會接近長期持有指數，但係剔除
表現最好嗰幾日嘅回報。咁呢啲相類似嘅模擬呢，大家上網好容易揾到噶啦。你只需要錯失全年最好嗰若干幾日嘅交易日呢，你整體嘅投資回報呢會變得非常之差嘅。咁但係可能你又會講咯，人類呢 build in 就係害怕虧損噶嘛，見到自己個倉不停咁樣跌，個心係好難忍。所以呢，我都要不停咁樣提醒自己嘅，其實每一個投資者都要啦，你要注意你買嘅嘢。如果你好似我咁，主要係買指數嘅，指數長遠嚟講只升不跌。所以呢，理論上呢，止蝕係同指數冇關，但係如果你買嘅係個股呢，你又要諗下而家你所面對嘅黑天鵝對於你嗰隻股票有冇影響？你嗰隻股票如果係會受黑天鵝影響，而係影響緊你嘅基本面，即係佢嘅業務呢，從此呢可能就會有一個大幅度嘅轉變啦。咁你就真係要考慮止蝕啦。如果唔係呢，其實你應該要再諗翻當初你入市你揀呢隻股票嘅時候，個最初嘅初心係乜嘢嘢？通常思考呢方面嘅嘢呢，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自己唔小心止蝕咗啲其實唔需要止蝕嘅投資項目。當然啦，好多人會呢個時候就會爭議一下啦。我而家止蝕咗，低啲買翻咪得咯，只要我記得買翻，我唔好長期空倉就冇問題。咁當然你做到梗係啦，但係有幾多投資者能夠喺止蝕之後喺更低位成功買翻？我自問就做唔到嘅，咁所以呢，喺心理上能夠承受嘅範圍之內，盡可能就長期持有啦。今日錄呢啲 podcast 呢，唔覺，其實我已經錄咗差唔多20條片啦。咁雖然我 subscriber 都係唔多啊，即係我而家呢啲閒談節目，其實都唔知有冇人聽嘅。可能純粹你只係想瞓覺把聲喺你床邊，咁都好嘅，即係起碼佢存在係有功效啊嘛。就可能你依家已經瞓着咗啦，咁我再講多陣呢，你就可以個 YouTube 就會自動停止噶啦。之前有聽開我其他閒談，或者如果我每條片你都有聽過，大概都知噶啦。其實我錄 YouTube 呢，就係為咗興趣嘅啫。咁呢個興趣就希望係第日我退休嘅時候都會有啲嘢做啦，就唔好話太悶。咁今日就閒談就到此為止啦。咁有興趣聽下各種唔同嘅內容呢，就歡迎 subscribe 啦。如果純粹覺得呢個人把聲都幾好聽啦，咁純粹想聽下把聲嘅，咁就繼續多多支持啦。中意呢類型內容嘅聽眾呢，就請幫手撳個 like 啦，推廣開去啦。雖然呢啲閒談推廣開去都冇乜意義噶啦，純粹多謝你聽到呢刻都未轉片嘅啫。咁我哋下次再傾過啦，拜拜。